阿密哈阿美族文化。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哈。那这个作者哈，这个作者叫做阿富阿巴哈，阿富阿巴。那写成阿美语的是这个叫方敏英哈。他也是带领翻译圣经的一个美国宣教士哈。所以他的阿美语是非常不错的哈。那主要是这个阿富阿巴他口述，然后这个方敏英写成阿美语哈。那不是只有这些人哈，他还有一些帮助的哈。伊拉欧国米巴当埃阿萨里嘎嘎啊，我记阿圭诺达米亚就是崇安哈。吉斯拉阿蹦吉穆利克诺法达安就是马泰安的哈。都吉安马耀诺马林布就是万宁都大发隆达不到哈。吉马浪那么吉烧马福诺都吉马耀阿巴诺胡林就是凤林。吉嘎纽马耀诺吉哈发亚叫做中心哈。吉嘎路是新田哈。新店新店。吉烧马吉沙木哈万那保安就是丰田哈。就是说这个作者他找了很多的资料哈。好，那主要就是说我们阿美族的文化呢它这是一个规范，但是不是真的我们自己要再研究了哈。但是他的阿美语哈，阿美语非常好哈，就是这个阿夫阿巴这个长辈哈。那很可惜的就是这两个长辈都已经不在世了哈。他们都不在世了哈。好，让大家了解一下哈这本书。呃，这本书不是翻译书哈，它不是翻译书，就是这个宋正清他是个长老哈，然后他的口述哈。所以我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因为这是口述的资料，并不是翻译哈。那我们现在很多的资料大概都是翻译哈，所以它的技法结构非常好哈，非常好。好，那主要参考的资料是从第12页开始P12页哈。那我们先看一下阿美族的来源哈。你先翻看看可能我前面发的资料你句子比较长，那我们现在还是从短的句子来看阿美族的来源，你会怎么翻哈？当然你可以参考哈。如果你写好的话，你就可以发在这个记事这个地方哈。好，有这个总共有8个人哈，所以8个人的话就尽量能够快一点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速度会比较快哈。好，那个扫码的已经好了哈。所以很短的句子嘛哈。这个理论上这个不叫句子哈，它叫词组哈。好，我来人家问阿密斯哈。人奥嘛哈。人奥就是发芽了哈。好，起源这个字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当然也牵扯到这个如果你按照字面翻也是可以来叫伊拉，那你怎么构词哈？起源来源就是阿美族是怎么来的嘛，从哪里来的？好，它的意思是在这个阿美族的来源。那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翻到后面哈。这本书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哈，太多。我也希望你能够看哈，能够看，最好是把整本看完哈。那努嘎萨嘎兰嘎萨拉干努阿米萨好，这里哈。
这个 nu 要分开，为什么要分开？就是说这个 nu 它就相当于这个 nu 哈，这个 nu 哈，这个 nu 就相当于属于什么啊？就是 nu amis 这个 nu 属于 amis 属于出来的啊，嘎萨拉干啊，原本属于啊，那个那就原本或经历哈，所以这里呢，我的建议哈，还是那个加个 u 哈啊，会比较好哈。Una no kasar lagan mo amis 哈，会比较好哈。好，这是那个阿发斯嘛哈，はいはい。啊，就是我们的标题哈，或者是开头哈，啊，你自己看哦，大概都有 u 哈，大概都有 u 哈。好，这个是啊，就是说我们不一定用一个单词哦，就是说你的理解是什么啊？源头、根啊都可以。乌大大邦案阿密斯啊也没有问题哈。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只有在这个字了哈，就是你看这个字哈，它是第一个字，可是不是大写哈，啊，它的大写是在 A 啊，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那就是说，你看我的标题，我为什么没有大写，没有这个字？就是说，因为它是，因为这个字没有办法大写，哈，这个字没有办法大写啊，所以干脆就去掉哈。啊，当然这是我自己了哈。你们因为你们也要考试要认证哈，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哈。好，这个书写的哈，好，这个也蛮好的哈，就是这个很通俗哈，就是这个是最简单的词。我拿你做爱啊，好，我拿你做爱，no amis，我大大帮案 no amis，我拿你做爱 no amis，所以书贤，嘿，你这边就不能用 no 了哦，锅，为什么知道吗？知道知道。因为有这个爱呀、哈，嗯所以只能估哈，这个可嗯嗯嗯，以理解吗？好，可以可以可以。它就变句子了对，啊。好，这个翻译就是阿美族是从哪里来的？哈，主词就是阿美斯了。那上面这些都叫词组啊，所以你看稍微变一下词缀有没有？你看前面都是按有没有？你是爱有没有？就变有。化了哈。这个就是很小的东西哦。哈，好。好，我该让阿米斯哈，这个就也是很通俗的一个翻译了哈，伊拉嘛哈，我加伊这个多了一个啊了哈，加伊拉按哈，伊拉啊有啊好，我该让阿米斯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五个翻译哈，这个人奥萨萨打邦案，那你做爱改伊拉按哈就是我们可以多应用各种不一样的单词哈红爱的哈。好，好，我那你做爱过阿密斯哈，这个没有问题哈。理论上，我那你做爱过阿密斯跟我盖伊拉努阿密斯，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单词哈。那当然，嘎萨拉干了拉人高万哈，达达邦案理论上最深的还是这个拉人高万这个词哈因为这个，因为我们讲人奥哈，人奥应该是指植物了哈，植物。那因为植物跟我们跟土地跟我们人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好，那就先这样子哈。那你后面翻的你再加进来哈。我们看下一句哈，因为阿美族本身没有文字阿美族本身没有文字哈，我们尽量还是短一点哈。刚开始嘛哈，
因为所以这个因为呢跟句子没有关系这个结构也是一样，阿美族本身没有文字，阿美族没有文字本身没有文字，谁本身没有文字？阿美族，所以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们的动词所以没有在前要先翻。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话呢阿美族的文字没有一定会这样翻的就是说我们的概念呢，因为阿美族的文字阿美族没有文字，阿美族本身没有文字这个句子是这样来的阿美族的文字所以它是个词组阿美族本身的文字扩张，再来加动词，阿美族本身没有文字，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中文跟阿美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差老师，我还没读完前不小心按出去了，不好意思。什么按出去了？我刚刚我的字还没有打完整不小心把字送出去了。没关系好，等一下。所以你是你再重新写对对对，好。我看一下阿美族本身没有文字好，我们先看扫码的那我看阿外国地理的阿美斯你看这属于阿美族的文字没有如果说要吹毛求疵，就说那个扫码有看小本身，你看看能不能翻出来？本身，你现在就是阿外国地理的阿美，就是阿美族没有文字那我看这个好分开的本身这个字，看看能不能把它加进来因为当然能够加最好那这个已经 OK 了啦。那现在就是说本身看看你要怎么加试看看因为我们是练习嘛好fast 然后你阿外国第一种阿米萨基本上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说阿瓦阿呀阿瓦阿呀它又加个爱了又加个爱也没有问题阿瓦阿呀强调好这个你要吃的还没有喂，没有你，不可能吧？好，这个是拿出来的阿外国第一种阿米斯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本身加进来的话试看看了那好，这个是谁去了红爱红爱红爱就把这个字加进来，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是我是考的话我就会给这个满分嘛，比如说一题10分，我就给你10分了那你这个前面的这几个呢，我可能会给你扣1分，就是类似这种问题当然意思都表达清楚了
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翻译就差那么一点哈，就比较可惜哈。好，这个好，这个文理的哈。啊，好，它是直接用说的也可以哈。啊，nauhan awai kutiri nupang zahananai哈，好，也可以哈，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哈。好，这个还有没有哈？红爱啊，这个雅致的哈。阿外后顾阿米萨迪丽哈也可以了哈，阿外后还没有哈，也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说这个 now han now hani 哈，基本上差别不是很大了哈。那也牵扯到各个方言。理论上这个字哈，理论上哈，这样书写会比较好哈，就像这样哈。啊，我用这个最后面这个哈，啊，这个哈，now han 它其实 now han e，那连音就 now han ni 啊，就是一它是一个分割词哈，就要表示后面还有一个子句啊一啊，那我们现在大概都变成是连在一起哈啊一啊，我们就说话都会一，然后停顿，然后再继续说哈，就是一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 now han ni 已经连在一起了哈。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下面这句哈，所以没有人可以老师，哎，什么样？那个尼呀，它是指人的自身本身呢，还是说它连事情的那个本身也可以用这个字？属于阿美族本身呢，属于阿美族自己啊。对对，我是说这个词汇啊，它是不管用在人或用在事物上，它都可以用尼呀这个字。主要是跟人有关系。哦，主要是跟人有关当系，然呢，这个是所以跟阿美族有关系，跟人有关系啊。哈，哦但是不能用敌人。哦哦哦，好，那了解，哈不能哈，用敌人。对，不能用敌人哈。好，好，应该没问题哈。好，那我们看下一句哈，下一句，所以没有人可以那怎么念呢？撰写哇，保存有关阿美族的历史文化哈，历史与文化，没有人可以写啊，因为没有文字怎么写啊？写不出来嘛哈。没有人可以写哈，没有人可以写保存，所以它是个并列哈。所以跟句子没有关系哈。没有人，它是个主词，写主要是写哈，保存哈，写跟保存就是动词哈。可以呢，在我们阿美语呢，它也可以是动词啊。在中文或英文，它可能会是助动词啊，或者是啊但因为我们是加了动词词缀哈。啊，阿美族的历史文化有关，有关哈。当然，这种有关怎么写哈？关于历史文化这些单词哈，所以没有人可以写或保存哈，就你可以合并哈，就是说这个结构呢，你可以合并，然后就是说基本就是说，除了技法结构要掌握之外，啊、它是属于什么词性啊？它的位置啊。
好，saka awaiku cima-cima mga ay ami diri mina tu likisi tu selangawan amisa。好，理论上哈，这边就是说那个会用阿杜会比较好了，那个什么少嘛嘛哈。好，就是说，阿杜，因为它是个好，并列哈，写跟保对，存它是一件并存的事情，所以用阿杜比较好。就是说，如果你加个逗号的话，后面那个句子结构就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哈，那就变成是两个句子结构了哈。好，好，谢谢老师。哎，所以这个主词在这里就很好哈，因为鸡嘛人嘛哈，谁哈，所以就没有人任何人任何谁我爱没有哈，所以用鸡嘛就很好哈，这个就是主词哈。好mang爱阿米迪里哈，可以去写哈。mina ang du ligisi ligisi 是日语哈，斯兰阿万阿米哈，好，这个就很好哈。好，fast 哈。好，曼莎阿外国民地理赛咪苏不赛都基哈努阿米赛阿里基西阿都比南岸崩嘎哈。好，就是你把这个有关加进来了哈。曼莎好，所以阿外国民地理赛咪苏不赛都基哈努阿米赛阿里基西阿都比南岸崩嘎哈。崩嘎就是这个日语哈，这是日语哈。这个历史历史哈，这个都是日语哈。那基本上我们现在文化哈，就是阿发斯哈，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大概都用斯兰阿万这个字了哈。斯兰阿万基本上大概都是用这个字了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阿密斯的话了嘛哈，阿美语，我们就尽量不要用介词哈。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个话，我们就用我们的话；如果没有，那当然就用介词哈。那史兰阿万理论上就是这个标题哈，文化嘛，文化是哪一个词？文化就是 olive olive amis，olive 就是文化，这个是最简单的单词。那因为史兰阿万这个词呢，它是个合成词哈当然大家现在已经在用了哈。好，好，那绕它哈。好，我的三个阿外国他们到阿米地里都mina ang都巴盖尼爱以早外都斯兰阿万阿米斯早外历史这个阿洛，你这个词是你这个早外我突然有看到修骨软的历有哈，史，有历史用这个对哇，这么厉害，好，阅读书 OK 写篇里面的好，不错。那早外，天哪，不好解释哈，好吧 ，OK，这是秀格兰的哈。对，好，我的萨嘎可以哈，萨嘎曼萨哈都可以哈。就是我们的转折语呢，没有那么丰富了哈。好，曼萨阿外古达姆绍妈咪迪里都米苏里曼都里基西都是兰湾阿米萨，妈咪迪里哈所以他用这个妈咪呢妈哈相当于这个可以了哈，相当于可以哈
好，这个蛮好的哈，再用这个词缀，好，啊，米苏里们，好去整理哈，都理个细，哈，那这边只有这个，会用到吉哈了哈，吉哈的这个词也不错哈，关于哈，关于吉哈的叫关于哈，有关啊这个词哈，那你不一定要用这个词哈，附加在词缀上面也是可以的哈，好。好，这个是那个阿妹的哈。汉闹哈，蛮好的哦哈。汉就是说这样做哈，想要这样做哈。这个字是这样的，汉闹哈。阿瓦古马nga爱啊，米地利啊，多米西么多诺帮炸哈，应该是帮炸哈。啊，你给西啊，都是两个万哈。阿瓦古马nga爱好，所以这边加个啊比较好哈。马nga爱啊，米地利。atau misimal tunong bangsa aligisi atau serangawan哈，这样就比较好哈。好，好历史了哈，legisi就是历史啊，serangawan就是文化。mga ai mitilis都如果是哈，就是说因为现在你们的翻译大概就是除了这个伊哈的这个地方哈，还有这个妈咪迪利这边有有有提到，就是大概是关羽哈。那我这边可以加一个字哈，叫 saki 哈，saki 这个词缀哈，它是有目的有原因的啊，saki ligishi 哈或者是 saki serangawan 这个 saki 哈，这 saki 就是关于这个词缀了关于有关这个词缀你们可以参考哈。那 saki 它大概后面都是接名词哈，接名词。好，还有这个雅致的哈。Aman sa away kumitilisay atau misupasay tuni semak pakai ni irigisi atau selangawan amisway 好，这个 pakai ni 也很好哈。pakai ni 是最简单的一个用词哈，借着这样的借着这样的借着什么方法借着这样的方法叫 pakai ni 这个词也很好哈。好。所以当然单词就是吉哈的这个词哈，吉哈的吉哈的。那你也可以用这个 saki 哈。那这边这个巴盖尼这个单词也很好哈。好，这样就对了哈。好，那应该好，好，我们继续往下了哈。这是阿美族最大的损失，所以这个翻译要注意哦。是这个是个动词，是动词，所以这个字要在最前面，所以我们要习惯这样翻。什么古尼在最后面，古尼，因为我们很多的翻译就乌尼尼会翻成乌尼尼哦，而且大部分都是这么翻
这个结构是这样，乌，那最后是古尼尼，哈，古尼或古尼尼都可以。我看到太多的文章，就这事都会翻成乌尼尼，乌尼，哈。当然意思是对，但是记法结构是不对的，哈，记法结构，因为这是主词，是是动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学翻译嘛，哈，就尽量把这个结构啊跟这个中文的结构哈是对称的哈，就是主词就是主词，动词就是动词，受词就是受词，这个结构要一样哈。当然有时候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民族认知的不一样哈，那尽量哈，尽量啊。好，这个什么哈？好，所以这个结构就是对的哈。啊，Usada angay usada angay usada angay meskipun nai no amis kuninian 哈基本上这个乌哈是 kuninian 这个哈 sada angay 呀meskipun nai 哈如果是马西布奈就是被损失了哈。如果说乌沙达安爱呀，乌沙达安爱西布就好了。那个什么？有，好，乌沙达安爱呀沙达安爱西布阿米斯古尼尼安就好了，就不用加马西布奈哈。这样的话，这个句子结构就比较顺哈。好。好，fast 哈。好，你是直接用词缀，好，也蛮好的哈。Utara kasipunan no amis kuninian. Utara sipun. Utara kasipunan. 好，可以，好，kasipunan 哈就没有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关键就是它必须变名词哈，名词。如果说是马西布奈的话，就比较不是名词了哈。这个关键在这里哈。好，所以这嘎西布奈就是个名词哈，然后加个大沙哈，好，这样就可 OK。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个词组或词缀的概念哈，就是说损失呢，在这个句子结构，它其实是个名词啊，大的损失啊，大的损失哈。那如果说按照字来讲，最大的话哈，要加沙哈。所以那个阿法斯哈，沙大大嘎西布难哈，再加个沙，好，这个沙就是最哈。如果说是大大的话，只是很的意思啊，很大的损失，加沙的话就 OK 哈。好，好，我当他西本，当他西不奈，no amis kunini。所以当他西本就好了哈。那个，那洛有，然后要加个沙，好，乌沙大大西本啊，乌。要不然就是什么嘎西布难可以，就是说乌大沙西本努阿米斯古尼尼哈，乌沙大沙西本努阿米斯古尼尼啊，
这样就会 OK 哈，不要加爱哈。好的，如果加爱的话呢，它就会可能偏向是形容词，好，会偏向是形容词哈。好，好，这个阿妹的哈。我是的安爱啊，西布努邦扎古尼尼安哈，这个结构就是对的哈，就是说它其实是个名词词组哈，最大的哈，最大的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啊，西布损失，好，这个没有问题。那因为这个案哈，古尼尼案这个案哈，就是说现在很多方言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案呢，大概都通用了哈。应该只能说是在这个部分是在这个指示代名词的时候是可以哈，但是如果是在人称代名词是不允许哈，因为如果是人称代名词后面加案，通常都是受格词，好，受格词，那在这里是当主格哈，就是我讲的古尼尼古尼尼案啊，不是古尼尼古尼，好，它才是主格词哈，所以你们都是加案哈，所以在指示代名词的话是 OK 的哈。Osata angayay sata angay osata angay哈，osata angay sipon ames kuninian 哈，好，这个没有问题哈，就是说这个是个词组哈，那这边呢，第二句跟第三句就是用词缀哈，词缀的概念，但是关键都要加沙哈，都要加沙哈，因为你没有加沙的话就不是缀哈，那只有形容词变成形容词的时候呢，因为它才能够变成最高级哈。我杀一个个爱阿西布诺阿米斯古尼尼哈，这个也很好哈。这个还是要加沙哈，一个个最高哈，一个个就是很高了哈，很高。这个词也很好哈。我杀一个个爱阿西布诺阿米斯古尼尼哈，246哈，好，应该差不多了哈。好，那我们看下一句哈。好，下一句就比较长哈，没有断哈，没有断，就是看看虽然各部落中有许多年长老人们会谈论有关阿美族的历史与文化，好，蛮长的哦。所以虽然它就是跟句子没有关系各部落中有你看有什么所以有许多的老人们会谈论这个两个动词有，然后会谈论，那你可以合并各部落中的年长老人们所以这是个主词所以主词跟受词都很长如果你能够把它整合成一个句子是最好你也可以分开也可以分开，你分开的话会比较好翻，因为它有两个动词
有，好，什么啊？谈论什么？好，当然你也可以顺着翻哈。在部落中有许多哈，好，大概都会如此翻哈，会如此翻。好，什么？翻好了哈。好，你搞你了，阿里哈亚，故马里登爱阿米萨苏尔杜里基西阿杜斯兰阿万努阿米斯哈，好，阿里哈亚，所以那个烧麦哈，所以很多的是什么什么哈，什么东西很多？年长的老人们，所以很多是人哦，不是，所以你要那个人很多要用什么比较哦，好？阿罗曼，对，阿鲁曼哈，对，好，这个就是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混用了，但是我是希望你还是能够用阿鲁曼比较好哈，阿鲁好好，谢谢阿鲁老师。曼奈哈，阿鲁曼奈，阿鲁曼奈过马里登爱啊米萨苏阿了啊，所以米萨苏阿还是马萨苏阿会比较好。马马哦，萨苏尔，对，马萨苏阿比较好了哈。因为这个就表示他们已经在谈论了嘛哈，弥撒算了就是他们要去谈论嘛，这个是已经谈论了哈，多利个戏哈，阿杜斯兰阿阿弥撒这样的就 OK 了哈，基本上 OK 哈，这是比较短的哈，都哈，你看这个孤哈，基本上这个结构只能说可以了哈，好可以。你的这个主持哈，就变成是老人了哈。那个什么，有，嗯，你的主持就是马里登爱哈。马里登爱呢很多会说历史跟文化哈按照你的结构，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给你改一下哈。这个马萨苏尔要在前面，好。阿鲁曼奈古马萨苏尔来马里登爱有没有？都那个系，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哈，会更好一好，点谢谢老啊。师。嗯，好，我们看这个fast 哈。当然猪阿鲁曼奈古马里登爱努尼亚罗zazawi semua tu saki likisi no amis atu pinangan no serangawan 哈这个也很好哈。他用 saki 哈，saki 其实就是有关哦，关于哈，因是什么目的哈，这个词缀可以多用哈。阿鲁曼奈古马里登爱努尼亚罗很多部落的老人这个这个这个句子结构就比较贴近中文的了哈，因为有部落嘛哈。那个烧麦的就是没有部落这个词哈，但基本上是 OK 的哈。曼扎扎维semua tu sakiligi sinu amis atau pinangan serangawan 哈，就这个结构呢就比较贴近中文的结构了哈。好，
所以这个达珠啊，达拉珠啊，就是不管如何哈，不管去哪里。好，你搞定了 inalo 一，这个如果 inalo 一这个边最好是要停顿哈，要停顿。好 inalo 一，在部落呢，阿鲁曼古马多阿塞，马多阿塞可以啊，加个啊哈。米萨苏啊苏万都里基西都是两个万的帮助。这个那个阿发少最好我还是建议你用妈莎因为他们已经在讨论了，不是还没有去已经在讨论了所以用妈莎苏啊都里基西都是两个万的帮助这样的话更好好。好，我们看这个阿多的好，你搞定了阿鲁玛奈古马多阿塞伊卡萨尼亚罗尼亚罗马拉里扎里在都巴盖尼亚伊扎外都是两个万miss 好，这个没有问题马拉里扎里在彼此互相的问什么巴盖尼亚伊介质就是有关什么文化历史扎外是历史，史兰奥叫文化这个扎外这个词呢很好我会研究一下为什么叫扎外就是说它是个新创词吗还是什么就是很多单词就是说我们翻译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希望我们写出来的大家都读得懂或者大家已经用了这个词当然很多词是需要用借用的那就是杂外这个词是阿美语吗还是介词就是说如果是个介词我们应该就要标注就是我们就知道说就下面做一个附注这是哪一国话怎么来的特别我们将来在写文章的时候应该要这样要不然的话你看杂外大概按照有，杂外是秀姑峦在用 A 吗只有看到秀姑峦的书写片里面。是他这个书写篇是在高级的还是中高级是在哪里哪一个部分我想你再发给我我去看一下他整段文章来看看好，我也是很爱学习的人不知道的词我会去学好，很好好，我们看红爱的所以我们把红爱的这个讲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你们人比较多比较好了你们就可以看看每个人可能差那么一点点你搞里啦阿鲁玛奈个多阿塞努鸟了所以多阿塞的话应该这样吗比较好了那个那个红爱是阿鲁玛奈个嘛多阿塞努鸟了马萨苏的多萨给欧利努阿密斯那你这边少了那个历史萨给欧利萨给欧利只能说是文化好，那历史你用哪个词？历史
リキシ、好，你给信哈。啊，马上说读你给信好，然后呢？アド、哎，对哦，好，阿杜哈，好，这样就对了哈。阿杜，萨嘎奥利布诺阿米斯哈，还是你的这个，你为什么用萨嘎奥利布诺阿米斯？应该是 Saki，不是 Saga。萨嘎奥利布就是你 Saga 是怎么给予，你萨嘎奥利布是你是怎么活的？你活着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是做什么活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啦？啊，萨嘎奥利，我们能够萨嘎奥利布诺米说啊，我们的信息爱干过，我们的一股份哈，哦，萨嘎奥利哈，萨给奥利哈，好，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哈，我们休息到8点，好，我们休息到8点哈，休息到8点，好，7秒时。哎，好。
好，我们继续哈，我们看一下那个雅致的哈。Anula tek ha arumana iko malitengay no nialo masa suar tu pakainya irigisi atau serangawan no amis哈，好，他用的 anula tek 哈也很好哈，就是我们的那个转折语真的要多变化哈，不要都是你高里啦，你高里啦，好其实我们的变化没有中文好了哈，但是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哈。好，这个句子是这个哈，那我们继续往下哈。好，可是这些口传的历史与文化有明显出入哈。可是哈，所以这些哈，好，这些什么东西呢？好，有哈，好有，所以你看看哈，那这些是什么？这些，所以理论上哈，这些口传历史与文化是什么？它其实是个主词词组哈，然后有是这里的动词哈，有明显出入哈。如果按照这个结构来看哈，这些口传的历史与文化，它是主词词组，那动词就是有，好，那你看看你翻看看哈，可是哈，现在是可是了哈，不是前面的那个什么虽然什么哈，可是看看你的这个转折语会都用的什么哈，好。就是我们的翻译哈，尽量能够贴近什么？贴近句子结构啊，主词就是主词，动词就是动词啊。这个就是我在这个课程当中哈，希望我们尽量哈，因为翻译的重点除了说我们的意思表达清楚，这是一个，这是最基本的。第二个，句法结构要能够对称。要不然这个是主词怎么变受词？这个受词怎么变主词？这个叫对称翻译哈，对称翻译啊。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翻译呢，有些不对称哈，有些是对称的啊。如果你已经写出来了哈，你也不用担心哈，我们就是练习嘛哈，不要怕错哈，我也会错哈，我也会错的哈，不是只有你会错，我也会错这是很正常的哈，有时候会思考的不清楚哈，翻译的就会不顺或怎么样啊。好，这个阿发斯哈。好，你高你了。好，ila ai ho ko masa rumah-rumah ai pinangan nanuli tengan ha, nanuli tengan kimat rikisi atau serangawan哈。所以你看你的就说伊拉没有问题哈，伊拉然后还有哈，masa rumah-rumah ai ha, masa rumah-rumah ai pinangan nanuli tengan kimat rikisi atau serangawan哈。那你的重点就是有就是说有明显出入哈就是有是动词哈masa si rumah pinangan哈，明显出入是当主词就是说基本上意思是对了哈，意思是对了。那也可能也牵扯到我们的文化概念不太一样，所以这样翻呢会比较顺哈。好，动词一定是没有问题哈，伊拉爱护伊拉好，那就是说这些在这个句子上就没有了哈，没有，那就是你把它
省略掉了哈。那基本上这个翻译是 OK 的了哈，就是说我要讲的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对称啊。好，口传历史哈。那努力登岸，那努力登岸阿基玛好，这个很好啊。那努力登岸阿基玛啊，里基西啊，都是两个万哈啊，这个很好哈。好，我们看看哈，再看看啊，扫码的哈。好，到你了，伊拉古马萨西鲁马鲁马爱啊，说了，巴盖尼杜尼尼安啊，人家万啊，基玛啊，里基西啊，都是两个万哈啊，基本上大概都是属于这种结构哈。伊拉啊，伊拉爱后啊都没有问题哈啊，重点它就是要摆在孤的前面哈，摆在孤的前面啊，有明显出入。玛莎哈，重点是这个玛莎哈，玛莎。玛莎就是已经被形成了哈，被形成什么不一样的鲁玛爱啊，西鲁玛爱哈，阿苏瓦阿苏瓦啊，巴盖尼多尼尼安啊，所以你这边有多尼尼安哈啊，多尼尼安这是很好的，但是多尼尼安它是受格，那这些呢是什么？是主格，差别就在这里哈啊，就是说看看我们自己你自己再看看哈，要怎么去调整哈，去调整啊，当然意思都是对的，绝对对哈，词义表达都是 OK 的啊，完全没有问题啊。那就是说，如果说针对技法结构的话，是有瑕疵哈，有瑕疵哈。好啊，伊拉爱好，伊拉爱啊有啊，伊拉爱，伊拉有，伊拉爱有哈。有就是伊拉，但是伊拉爱呢，现在还有哈，基本上都可以了哈。马萨西鲁马爱啊，说了，马萨鲁马爱啊，比南岸啊，都可以哈。啊，就说有这个 nano 好，从属于哈，从属于里登岸阿基曼哈，拉登阿万阿基曼哈啊，都可以哈。好。好，我们看看别的人的翻译，看看哈，有没有稍微不一样的哈。当然，我们除了参考之外哈，有时候就是说这些结构啊，当然如果是短句的话，OK 了哈。理论上哈，理论上在我们阿美语的话哈，呃，它是这样子哈，文化哈，文化文化是这个主词哈，就是我讲的，主要的是主词啊，历史文化哈，主要的就是讲这个历史文化哈。看变一下字，历史文化有明显出入，所以为什么说这些口传的历史文化，它是个主词，主词的词组就在这里哈。啊，应该说文化有明显出入，历史有文化出入，它是个并列。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口传的？因为它不是文字，都是靠说的啊。那这些啊理论上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哈。好所以这个有，它就是个动词哈。
然后这整个是主词的词组哈，但不一定这么归，就是说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翻译本来就是概念跟这个别着民主不太一样哈。当然，这样的翻译已经是非常好的了哈，已经非常好。好，就是有些词，你看，就说为什么要加玛莎？哈，这个关键词在这里哈，就是已经是发生了哈，已经是有了，形成了。所以它的重点不是在伊拉埃后跟伊拉这个2个字哈，有吗哈？现在还有就是当然就是现在有嘛哈，好是 OK 的，不论是你是伊拉后、伊拉埃后啊都可以。好，那做的哈。Nika ila goma sa shiruma ruma ai akima to baganya i zawai at pangawan amisa 好，所以这边的关键还是在这个 masa 哈masa 哈，所以一定要有这个 masa 哈 masa 就是已经被形成了哈，已经被形成哈。那为什么就我讲一个词好了哈，就是比如说 masa niaro 哈 masa 好 masa niaro 跟 kasa niaro 好，你看一个是 masa 一个是 kasa， 那一定是 masa 才会变成 kasa 好。那玛莎呢，就是被形成的，被形成的部落，就表示发生不久。那嘎沙尼亚洛呢，它已经形成很久了，已经不会变了，这边就已经是个部落了，玛莎尼亚洛说，刚刚这个地方刚刚形成部落，人才开始比较多。那嘎沙呢，已经是不会变了，这个地方就是部落了，当然，嘎沙尼亚洛是各个部落，好，所以这个玛莎在这里的关键就是说已经是发生了已经是形成了所以有明显那出路就是鲁玛鲁玛是这个概念好，我们看一下雅致的高了i kasa rumah hatsa kuni binangan no likisi atau serangawan 好，很好高了所以嘎沙西鲁玛那个是雅致嘛雅致可以讲话吗？可以。你这个你是用嘎沙对。好，你这个哈赞就是有了又怎么样古尼，你这个用古尼在这里就是这个是最漂亮的就是我讲的因为古尼就是主词那你是有明显出入，你只是直接摆在前面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能用嘎沙，不能用嘎，你要用什么？妈莎。对，一定要用妈。如果什么叫嘎，就是它已经是不会变了。那因为这些历史文化呢，它其实还在变化。为什么？因为我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有没有？是它其实还在演变变化当中。嘎呢，就是不会变了嘎就是稳定了，所以这边只能用妈用妈比较好。玛莎西罗马罗马埃玛莎西罗马哈扎，古尼比那个努力给西都是两个万但是你这边插了什么？没有问题所以
从这几句来讲的话，就是你翻的是最贴近这个中文结构啊，因为Kuni啊binangan nuligisi atau serangawan有没有？好，很好哦。但是就是好，那因为主词的前面它必须要有动词性哈，动词性，所以最好是用吗哈，用吗？Masa shiruma ruma 爱哈扎哈，加爱不加爱都没关系，哈扎哈，好，很好哈。其他的可以参考这句哈，其他的可以参考这句哈。Saka inian aligesi atau serangawan i ilaku在改了在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翻译，inian，所以 inian 它就是这些哈，这些哈，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翻译方法，大概就是这样子哈，这些aligesi legacy atau serangawan 这些文化历史呢，伊拉古在改了在有不同的地方，好，所以那个。你的翻译就是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中文的结构翻的哈，当然意思是 OK 的了哈，意思是通的哈。好，我的建议就是说，我把它再弄出来哈，这一句哈。好，我们就是多练习了哈，多练习，因为翻译真的要多练习哈。好。Kaulai masa siruma-ruma hatsa kuni apinangan nulikisi atau serangawan哈，这个整个就是什么？这个整个就是这个结构哈，整个结构就是跟这个中文结构是对称的哈。好，好，黄色的就是主词的词组，好，Kuni apinangan nulikisi atau serangawan哈，masa siruma-ruma hatsa。或者是这样 masa siruma-ruma ai 也可以，或者是 masa siruma-ruma ho 都可以，哈扎那基本上这个结构就是跟这个中文哈是对称的哈，就请大家参考哈，请大家参考。好，好，我们看一下红爱的哈。好，高了ilai hogo kacang utan na i matu asai akimat nugrikisi atau selangawan 好，ilai ho 有了哈，kacang utan 所欠缺的哈，从属于这个祈祷哈的故事中所说的这个历史和文化基本上这个解释也是跟这个中文是基本上是 OK 的了哈，没有问题哈。那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因为我们阿美族哈，我们是惯用词缀在句子在词上面，词缀应用词缀就像这 masa siruma-ruma masa siruma-ruma 妈就是有嘛，好，sa siruma-ruma 就是什么出入嘛，不一样嘛，彼此不同嘛，好，所以这个 masa siruma-ruma 就是非常好的，这有明显出入那个哈扎呢，有加不加不重要，重点是那个妈就是有ruma 不一样，然后重叠，好，这个结构就是最漂亮的哈。那当然，我们的其他的翻译都是意思都是对的哈，都是没有问题。但是就说我们希望能够按照中文的结构然后就两个对称之后呢，哎，才会漂亮哈，这个翻译就会漂亮哈我希望我们
也有一练习的地方就在这里哈，要练习的地方。好，那我们看下一句哈。好，因此现代人无法确实掌握这些口传的真实性。因此，好，现代的人，无法掌握，无法确实掌握，没有办法哈。所以按照这个结构呢，现代的人它是主词无法后面因为无法就是动作，没有办法无法怎么样？无法掌握这些口传的真实性无法掌握真实性无法确实掌握真实性无法确实掌握这些无法确实掌握口传的真实性，然后再加就是我们慢慢的是这样加哈。所以因此可是前面有可是，现在是因此所以没有办法，它是个动词没有办法怎么样所以主词是现代的人，所以因此然后转折一下，然后无法阿哇猪啊在哀好，红爱的好了哈，不是扫码扫码的好了。saka caay pagkasulin ko anini ay atam sao to na matini ay alangawan akimat matini ay alangawan akimat 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翻译就是对称的anini ay atam sao anini ay atam sao，他就是现代的人caay caay pa在pagkasulin在pagkasulin它就是否定没有在爱猪啊也可以真实性多呢马蒂尼爱多呢那个扫码嘛有多呢是什么意思还是度没有哦，你不要这样你是对的，我只是这些吗？你是对的哦，真不的要怕你是对的，都呢为什么用？我是说为什么用都呢？你为什么不用都呢？都你我没有去思考这个，就直接写了。对，好都呢跟都呢都可以了哈。那都呢也是这些都呢也是这些那你就是说你用都呢才是对的，为什么？你是什么？你就是在你旁边的这些东西，不腻有没有？不腻，那就是对，那就是说
这些，但是是不在你身边的，或者是你看不见的，哦，是用那。这样啊好，啊，这了个解。这是个小小的问题了，但是有时在文字上哈，我是说你是对的哈。哦，好，好，谢谢老师。哎，不会。好，这个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什么嘟呢，还有嘟呀哈，基本上这个两个都是看不见的哈，看不见啊。那如果是嘟尼，嘟尼是看得见的，在你旁边啊。嘟啦呢，是在你附近，那你走路就可以拿到的哈，叫嘟啦。那嘟啦呢，跟毒鸦都是看不见的哈，但是主要毒鸦是远的哈，很远的东西哈，很远的距离啊。但是毒钠呢不一定哈，所以毒逆是这哈，毒钠也是这，毒钠是钠哈，毒鸦是钠哈，毒鸦是钠哈，拉跟鸦都是钠，尼跟钠都是这哈。好，哎好，不急哈。有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参考因为我们就是教学乡长了哈。那其他人写的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说啊、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能够翻译清楚，然后我们的表达 OK。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跟记法结构的词性位置、格位、主词、主词动词、动词、受词、受词，动词基本上不会出问题哈，因为那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都在于主词跟受格词会有一些误差哈，因为这是概念的问题哈，因为语言结构不同哈，思维逻辑不同有时候翻译出来就会有一些差异哈。那当然尽量尽量我讲尽量哈，因为很多没有办法100%一样哈，有些真的是不容易哈。那当然就是我们不断的练习哈。好，像这个结构就是很好的结构哈。阿尼尼亚达不到现代的人现代的人所以动词就是在爱嘛无法哈，所以否定的在前，什么东西没有办法掌握？多呢？马迪尼亚这些什么文化老人跟外呢给慢口传的这个文化是没有办法掌握因为每个部落每个部落的这个演变时间不一样，他们形成部落的时间不一样，然后人又迁徙来迁徙去可能一个部落呢有好几种方言那文化呢语言单词呢就会有些差异好，好，在巴克索林古安尼尼爱当到多纳马迪尼爱像这样的像这样的这些像这样的都呢就是受格词的受格词的这些所以我们同样是这些我们就有主格主格受格的概念还有临属格，还有动词格比如说五呢五
不是，古呢，哈，然后是都呢，再来是努呢，哈，这是4个格哈，是乌啊，乌开头，姑啊，在这里是都哈，都呢，努呢哈，4个格哈，乌姑都努哈，好，同样是呢，有4个格，好，所以我们开头都会说乌呢，好，那开头也会有时候会读呢，好，读呢的话，你要翻成因着，啊，因着什么啊？啊，乌尼、古尼、读尼、努尼啊，比较多见哈，乌啦，好多见，好，好，红爱的哈。Aman sa away ho ko pagkasulinay ko anini ay atam sao to na ituas akimat no rikishi ato sarangawan哈，away ho 啊没有哈，ko pagkasulinay 啊，你这个是个并列哈，啊2个姑哈，啊 anini ay atam sao 啊都啊这个多就很好，那你tuas 哈，akimat no rikishi ato sarangawan哈，好，away ho ko pagkasulinay 哈。away ho ko pasulinay ko aniniya damlo 那个哎，手慢嘛哈，手慢又不能讲话红爱，啊！对不起，对不起啊！红爱啊，红爱好，红爱可以讲话吗？好，可以，哎，就是说，因为我们从这里看呢，就是说，现代的人才是主持啊，你爱damlo，那你这个姑有没有？away ho姑，这个姑你看看你要怎么改会比较好。你这个 OK 了哈，古安妮妮爱达不到，这个是主词，没有错哈，这个是主词哈，啊，跟中文是对称，就是说阿瓦后，然后巴卡苏利奈这个你怎么把它变成是词组？啊，就像它上面在爱巴卡苏利有没有？它就是个词，好，2个词，好，那你现在变成是句子，啊，这个在口语是 OK 了哈，在口语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尽量我还有古了，古了，古拉也不行，不行吗？因为已经有菇了。我现在就说你希望你只能用一个菇，把前面的菇不要，然后留后面的那个菇阿尼尼艾达不到，这个结构的话就对称到你现在的中文啊。但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很会并列，会出现2个菇的，很正常。可是这个是说话，哈。那现在就说我们要按照结构，现代的人他就是主词，那你那个菇，你怎么把它合并成一个词组？试看看哈。好，所以这个牵涉到用 our I 哈，our I 哈，our 哈，跟猪啊，我们有时候觉得会一样哈。我跟你讲，它接的东西会不一样，哈。因为 our 呢，可接否定，可不接否定，但是猪啊，它必须接，必须加接 b 或嘎。our 呢，它后面可以直接接主词。那个红爱有没有听懂我说的话？有，好，
所以你那个前面那个字哈，如果改成猪啊的话就 OK 了，那个菇就会对，不用。用猪啊，猪啊，对，哦，你熬啊的话，它后面一定要接主词。是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应用单词的时候呢，这个小小的东西就会影响到结构哦。好，是了解，所以你看，所以你这个我在这边替你改哈。好，所以猪啊就好了哈。猪啊八个熟令，好，猪啊八个熟令耐固，好也可以。这样的话，这个结构就是对称的了哈。好，没问题哈。谢谢老师。哎嘿，好。所以这个阿瓦跟猪啊，它其实不一样哦。哈，阿瓦呢后面必须接什么菇，必须接主词。阿瓦古当少，阿瓦古曼南。好，但是我们在口语有时候猪啊菇会出现哦，其实它应该是猪啊嘎，猪啊比。好，好，这是小小的一个问题哈。但是就是我们习惯之后呢，大概问题就不会出现哈。好，我们看一下阿 fast 哈。老师，我刚刚用手机打笔误了，哪一个笔误？按。按哈，没关系，不用怕哈。我会替你修改哈。啊，我的这个扎好噶，哈比南爱噶沙西，一直来过苏里奈啊，那努里登，那努里登岸哈，那努里登还是那努里登岸？要按吗？要啊。哎呀哈，阿基曼阿多哈蒂尼爱，哈蒂尼爱啊，非常赞叹哈。好，现代的人啊。哈迪尼爱阿菲纳扎赞哈，现代的人，现代的民主哈，没有问题哈，你的主持是对的哈，好，摆在这里哈，OK 哈，好，扎后哈还没有哈，打比那没有办法辨认哈，可是你这边哈，就是我讲的这边又多一个估，看到没有？因为真正的主持是估哈迪尼爱阿菲纳扎赞哈，所以扎后跟哈比那啊。啊，好我替你改哈，那个好。这个是哈，扎火嘎哈槟榔哈，扎火嘎哈槟榔啊，然后呢好，把树林好都好，都那努力登岸阿基曼古哈蒂尼爱菲那扎兰好，扎火嘎哈槟榔把树林都那努力登岸阿基曼古哈蒂尼爱菲那扎兰好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了哈。因为就是说我讲的，就是他真正的主持是孤嘛哈，就是哈迪尼埃菲纳这样现代的人哈，现代的民主也 OK 哈，还没有办法辨识哈真实性，真实性属于什么？那努力登岸了，给吗？有没有？好，这样没有问题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雅致的哈。Man sa away ko pagkailaan to maamaan pagkasulin pagkasungila to ni pinangan no anina tamlaw哈，所以你的菇在这里了哈，菇
pagailaan ha tumaan pagkasulin pagkasungila tuni binangan no aninya damla哈，所以我看一下中文哈，这些哈，所以你的这些就是用这个多尼哈，这个哈。当然你的主词哈，主词理论上你的主词在这里哈 ，no 阿尼尼爱达姆拉哈，主词在这里，阿尼尼爱达姆拉叫现代的人哈，主词在这里哈。所以那个雅致嘛哈，对，就是说我刚刚有讲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阿瓦跟朱瓦？所以你是用朱瓦还是扎爱？你说我的那个吗？我用阿瓦。对，你会说阿瓦不是，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说阿瓦的话，它后面通常要接主词，要用孤。可是朱瓦的话，它可以接否定，了解我意思吗？了解。所以因为你的主词就是阿瓦的话，你一定要接孤；朱瓦的话就不需要接孤，你了解我意思吗？了解。哈，所以你这边你是用阿瓦还是朱瓦？不是，你用朱瓦还是扎爱？我爱。不，你现在就让你选扎爱还是朱瓦？扎爱。不要用阿瓦，扎爱哈。所以你是扎爱对不对？好。阿瓦好了，老师行。阿瓦不是，你用阿瓦的话，后面一定要加孤，了解我意思吗？了解。你用阿瓦的话，后面一定要加孤，现在就是不能用孤哈，不能用孤哈。主词。对。好。扎爱巴嘎所以扎爱巴嘎熟练是不是？扎爱巴嘎熟练，好，就是没有办法掌握，确实相信是不是？好，所以这个孤逆在这里就 OK 了啊，孤逆binangan no aninya damsang哈，在巴嘎熟练我们这边再剪一下哈，看看怎么整合哈，这些口传的真实性哈，在巴嘎熟练都manan masungila ai ha，在巴嘎熟练都maaman masungila ai kuni binangan no aninya damsang。还是有点缺失哈，看一下，现代的人无法确实掌握这些口传的真实性哈，口传的真实性binangan no 这边再加就好了哈，masungila ai binangan哈，好，你就不要了哈 ，no 也不要。在巴嘎苏林都慢慢masungila ai binangan ku aninya damsang口传资料哈，binangan也可以哈，整理出来的哈，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了哈，可以吗？可以，谢谢老师。可以哈，还好。好，我们看一下阿多的哈，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阿瓦朱瓦之爱这个哈，因为就是我讲的哈，就是可能我们过去没有去想哈。你看阿瓦很麻烦哦，它后面一定要加孤哦。可是扎爱跟朱瓦呢，它接否定就不需要哈，这是很麻烦的地方哈。好乌拉萨嘎扎爱巴嘎苏林古马蒂尼爱等上哈，像现在的人马拉亚都苏里奈给马拉亚去接受真实的故事哈。
没有办法相信啊，现代的人没有办法相信啊，去接受啊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传说啊，无法确实掌握这些真实的传说，这些哈，那个拿多，哎，我现在要有你这个，你是要读嘛哈？你看，马丁尼埃阿当少哈米拉亚读那个读不够，这些要怎么说？嘟妮妮，对，读尼，然后呢要加啊，啊，口语都不会加啊，但是我们的句法结构你一定要加啊，读尼啊，苏里奈啊，给曼哈。我们好，的这个结构就会比较好哈。是这个不是绕舌，因为词组词跟词之间，它中间都要有哈，都要有哈。多尼尼啊，索利奈啊，给吗？好，好，好，都有了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还少一个，是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我信息我写的很简单，就不太好意思拿出来。不用担心啦，我们就是练习嘛哈。那好，爱多哈，就是因为我翻，就是我替你修改，你也可以反对啊哈，就是说不见得我翻的就是如何哈，反正我们就是互相讨论了哈。那只能说我对结构比较观念比你们好了，我对结构的概念比你们好。那单词就不一定了哈，就像那个然后那用个杂外，你看这个单词我就不会哈。那这翻译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说，你的词汇哈，尽量是大家都会的哈。如果这个单词大家都不会，那也没有意义哈，还不如直接说国语哈，就是这个概念哈。那我们现在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结构哈，就是我为什么把这个字你看现代的人它是个主词，无法做什么嘛哈，无法就是个动词，哈，无法掌握所以后面都是受词了哈，都你看这个比如说这句哈在这里都哈。都nanuli dengan akimat，都nanuli dengan akimat，从属于nanu要翻成从属于祖先的口传故事 kimat 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哈，这个部落说的是这样，那个部落说的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文字没有办法记载不像中文，它几千年就有文字拉丁文都有文字。我们阿美语，有文字呢，理论上顶多是100年那可是100年之前是什么呢？100年之前是日语，日本人记的再来变成是啵啵么啵有人用啵啵么啵写阿美语也不好，后来再转成罗马字那我们转成罗马字呢还很浅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文字符号呢还有一些出入有些小问题那不管怎么写，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把它调整好然后大家能够读得懂。那特别是记法结构我为什么把这个字分成不一样，就是希望你能够尽量了当然我们能够把意思说出来准确，所以准确就是说我说的你听得懂，你
我写的你听得懂，你写的我读得懂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现在要求的哈，主词最好是主词啊，动词基本上不会有问题了。动词的问题不大，因为这是我们阿妹，动词都会在前面啊，动词都会在前面。好，那麻烦的就是主词跟受词有时候会混淆。好，那这个就是多练习了哈，多练习。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阿哇，好阿哇，阿哇它后面很麻烦哦，啊，阿哇咕当不到阿哇，你看它要咕哦，那猪啊就不行，猪啊就猪啊嘎，你看它可以接词组，啊，这个就是一些些的这个不是猪啊而已哈，包括这个za爱哈，za爱，还有什么阿嘎啊，这三个否定跟阿哇是不一样的哦。啊，阿哇跟伊拉就是一样，伊拉姑阿哇姑有没有？它是存在不存在，所以它后面要接姑。可是这个是猪啊跟爱阿嘎呢，它是否定，它后面是可以接词组啊。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翻译上面啊一些些的这个概念的哈概念。那为什么会阿哇就哇后面接姑，你后面就要哇麻烦了，又多一个姑，好啊，这个就是翻译多练习的话呢，就会更好了。那当然，你有时候我们在口语两个姑也没有问题，可是那个是说话嘛，说话跟文字就不一样。哎，这个是主词啊，为什么这个不是呢？啊，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特别是我们要把文章留给后代，那如果说我们的句子结构很乱，那小孩子他就不容易学啊，或者甚至于怎么样，甚至于不愿意学，那就麻烦了啊。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记法结构规范化哈。好，这是我特别强调这个阿哇跟猪啊哈，还有在爱跟阿嘎哈，因为这些都要接否定，阿哇伊拉它后面都是接主词哈，所以阿哇就等于什么？跟伊拉一样好，伊拉姑阿哇姑好有没有？就在这里哈。好，那好这个好这个阿妹哈，她还是写出来了哈，那我们就把它讲完哈。好，这样就对了哈，我们就多练习就对了，不用怕啊。好，乌拉萨卡阿尼尼安达姆特在巴卡苏林杜尼尼安阿给曼哈，其实这个结构就是比较偏向顺着这个中文哈。好，没有关系哈，我们了解一下哈。好，阿尼尼安达姆特现代的人哈，在巴卡苏林啊，没有办法相信。确实相信杜尼尼案给曼哈，所以这个结构就是基本上 OK 哦，但是这个结构就是什么中文的顺序哈，你看阿尼尼亚达姆拉现代的人好，那基本上就是在巴克苏林哈无法哈杜尼尼案这些你看这个顺序确实就是按照中文的这个结构，但是意思是没有问题的哈，就是那个那个阿妹啊，阿妹，係是阿妹嘅說，還是是半年噶我，你是南市的嗎？不是海岸，你是海岸哦，你係最近你稍微海岸但稍微好，不錯，好，就是說，因為你是第一次，你是剛加入嗎？就是這個班，還是加入很久了？剛加入，剛加入哈，所以你不用擔心哈，就是我們都在練習啊，因為我們過去的翻譯大概都是這樣子，像你這樣子哈，現代的人有沒有黃色的？沒有辦法哈，然後讀妮妮，你看這些嘛，讀妮妮嘛哈，確實就是這樣子哦。但是就是說我們現在要練習，就是說按照我們阿美語的結構，不是中文的結構嘛哈，所以黃色它是主詞，主詞通常是有孤有什麼什麼，好，就像孤安妮妮愛達不到有沒有？我們知道安妮妮愛達不到就是主詞，
包括这个马丁尼亚达不到也可以，像这样的人哈，所以你看都是在孤的后面有没有？所以我们就多练习之后呢，就会慢慢的调整了哈。好，不用担心哈。好，はい、あら先生。啊，不客气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那个就是我们这样哈，你们会比较轻松了哈。就是很多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多一点哈，我就可以解释多一点。如果说2、3个人写，哇，就等啊等啊等哈，或者是很快就又要换我，又要换我。好，所以像今天这样子哈，那个苏贤他就休息了哈，他就监督就好了哈。好，好，先让他很好哈好们练习。对，苏贤也是在练习的了哈。好，我有练习。那我们就维持这样子哈。那如果这个文化这个书哈，我建议你买了哈，我建议你哈，真的这本书哈，应该可以说除了圣经之外哈，这本书是最好的，因为这是真正的我们的口语。圣经当然非常好，但是它是翻译。哈，这本书我认为是我们阿美族现在最好的一本书，真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买哈，当然买不到有可以再装订哈，因为这个是装订版哈，它不是原版。那里面的资料哈希望您能够自己好好看，我们的文化历史都在里面。我们先不论它准不准确，但是它的口述语料非常好哈，非常好，所以我建议用这本就在这里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辛苦大家了哈。那下个礼拜呢，可能我会一样了，我就照那个文章了哈，发给大家哈。那准备好，后面已经有了哈，就是后面还没有翻到的哈，你可以自己先翻，然后再参考一下哈。好，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了。好，谢谢老师。大家平安哈，大家平安哈，大家平安。谢谢老师。